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大家就伫好《福喜来》播出按长按久的时间，一直以来就帮大家当到资讯哦，唔管是医疗方面呐、生农方面呐、生活方面呐、语文方面，都接同大家来分享。哪篇有好食咧，哪篇有好聊的，故说好，今晡日阿群妹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件当重要的事情哦，就是青叶喜事。到礼拜四、礼拜五，我有看得到无去用嘅福喜来了，然后福喜来嘅杨洋棚办到你年轻的南台湾，故说我有新的主持人，我来加入福喜来咧，同大家共下分享更多资讯哦。谢谢大家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的来宾吼，相信伫客家电视台有准时收看的各位乡亲朋友，听说对佢动手势哦，佢喺马上哦，总上分享你好明哥分享。阿群晚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嘅劉浩明。今日貴歡喜來到我哋嘅福喜來嘅現場。對，當分享浩明哥來到你福喜來嘅節目現場，有冇講？也係頭一擺來參加 live 嘅節目，錯冇？係幾緊張？還係會緊張？還是會緊張啊？對，因為做唔得 NG， 完全做唔得 NG， 因為福喜來咧，第南埔嘅錄樣就是頭前先6號嘅。天天的6號再給我播出，嗰時中間可以再來一遍。嗰時啲也做唔得哦，因為也 live 播出就係播出，嗰時也係2-3年都當緊張。開玩笑，嗰時基本上我哋請浩明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主持，唔講係福喜來咧，也係過去嘅人生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開始後，因為我看人嘅資料，我想到。奇怪，浩明哥，人家專長當貼片呢，係好心理學嘅呢。係。對。你睇下我都心理學網站。哦，故說都心理學，下後還做另外以後咩係當專業嘅事情哦，就係負責經營業務卡嘅漢藥房。係，佢哋百年嘅漢藥店。百年嘅漢藥店，再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開始都你會想到講想要來學心理學，也係自家先呢。其實當初沒這個線啊，其實當初我研生活，但是後來我就去聽嘅資源嘅時間，結果都跌喺心理學去。但是怪怪你講，我隔壁嘅朋友全部同我講，唔該是參加心理學個。而家意思講，唔平常都各位聽人講吧，其實講到講心理學就通盲嘅咯，係聽你算命嘅。後來就講，其實唔知係佢是喺研心理學，變成講，隔壁嘅人員咪講話要讀心理學係佢準確嘅。古時再同他來講一下，出嚟心理學點解好嘛嘅冇？其實心理學一開始吼，如果希望你唔係俾人看到係做算命嘅啦，嗰時候有行為的科學，係要用科學嘅方法去測量嗱啲行為。嗰時候談到講心理學有叫乜嘢攞出嚟一行迷宮啦，嗬，慢慢你見心理學開始用我哋腦筋、我哋腦科學、腦科學地位嘅事情。咁地位後來又歸到諮商輔導啦，還有我哋那種心理輔導啦，這種專業的輔導方面，全部都喺心理學嘅範圍裡面嘅東西。嗰種下後學心理學畢業以後，沒有做相關的條路。係，其實就目前畢業我差唔多太年時間我都去參加嘅一啲輔導單位嘅張老師，張先生嘅一啲輔導單位，因為其實我感覺到講我學嘅東西我希望可以用得到。嗰時我其實就去從訓練開始，後來慢慢就變成可以去寫信嘅，因為中線上有分寫信嘅，係天發最碼多，先唔會寫信嘅，係先唔會寫信嘅訓練，係聽日都當天發。第三個講嗰種一條路做過好嘅，你開始有啲舞台張老師，你話面對面講法，係因為佢困難度最大，因為有啲我嘢唔到家庭面對面講法，而且面對面講法地方要乜嘅反應，我馬上講。哇，故所應該講浩明哥對人一件事情算了解都很懂得，對不對？很透徹。佢好去了解一件事情哦，唔過了解人了解到按到，可能按到冇共用嘅人，睇嘅按到冇共用嘅故事以後，先去經營不卡嘅，很有風，也有很用嘅一隻緣分。因為按嚟講啊，其實
常常我想一件事情，讲一点点的可以经营到100年吼。其实除了讲也要产品的产品改好，其实我认为讲也要点可以得到当地人的一个声音啦。我哋lúc下一定對我阿公、阿太開始都已經可以重要點，佢都應該差唔多100公年咧。因為其實品牌啊，好有品牌100年的品牌係最有價值嘅。冇錯。係，嗰時其實我睇一方面睇工作嘅時候，唔要你還是去補習去投給到有的重要嘅東西。其實我哋萬世嘛，lúc下生嘅都已經係童工嘅。愛聽書。愛聽書，嗰時我哋萬世都切肉嘅，做肉人嘅。點解嗰種嘢唔係做肉嘅？睇我哋萬世都。用鹽咧，喺電視當中看到幾公斤滷嘅。唔，佢要先做磨粉，磨完以後，然後一啲篩粉，好起咗以後，我加開始愛米丸都講加蜂蜜，冇得加水丸，其他水丸其實嗰種嘢唔使我做，係，然後加蜂蜜以後，然後把裝喺長一條，係，我哋幾時節啦？嗬，今日是有機器嘅用，一條都可以搞出一啲人嚟，你幾時一切一攤一攤，然後開始用水，哇，當神仙咧！係啊，嗰陣黑後就做到烏卡，天數經營烏卡嘅100年嘅漢藥店，哇！按嚟嗌躺起來嗌就當上去。嗰陣經營漢藥店，經營一下，因為一下誒又變做主持人，變做客家電視台嘅嗰時係安享風法嘅主持人。其實有幾人啊，因為其實我哋其實過去片段以後，我哋還要接嚟沙期太好嘅工作。嗰時其實都開始接起沙期嘅一啲事情，咁其實我都有聽說一啲咯，6對設計人，6對設計人。嗰時我去安享風法，其實我係做來賓，因為就想我介紹6對嘅設計人係。嗰時候一開始先去做來賓，同大家來分享6對嘅事情、睇些事情，下後就本人挖掘。我唔係講挖掘，可能都因為覺得男人啊，佢好講法啦，可能要會講法，係。嗰時就因為講，因為新的一季起嚟嘛，嚇結束嘅，而後來新的一季開始嘅時候，有冇嚟講，咁係咪我有心思做主持人？我都想講，我幾時馬上去上面哦？以前講，安享風法係有個節目啊，係咪唱唱跳跳？其實我唔可以。安享風法。因為呢，絕對冇提唔上嘅節奏。因為我都想，發現唔係呢，係啲談話性節目。我幾時我都想講，我幾時就心理學的誤談嚇。有啲關係呢？佢想啊，你想講好啊，今日嚟試看看啦。真嘅，其實我做安享風法嘅主持人，真嘅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因為我頭擺未主持過真嘅都難，因為佢愛放當成一個人物嘅故事，你要去了解佢嘅心理，韓國韓做得同佢有點互動，做得本佢 feedback，你要給他一點回饋，做唔得本來邊，自家一出講一出講，故所愛主持安享風法非常非常困難，尤其係對第一擺主持嘅後面過來講。也都係因為唔要經驗嘛，嗰時唔知係點講，也希望要按到我能講嘅要注意嘅地方。其實我哋想講，都聽人講法嘛。有時人哋講，唔係人講而上岸嘅。去到現場嘅發現，因為我哋以前講法地方係啲細細房間，自家嘅都很隱私，就是自家同彼此分享深度嘅事情。但是去3台入樣機，3個泰國嘅企業嘅，話有啲嚟算事嘅，然後後尾話兩個人啲感嘆嘅，啲感動嘅。唔記得你講唔講米的話，伊哋都會談。還有其實我見到最近都講頭。其實講到因為其實嘅製作單位同我講，嘅講頭好廿嘅話，你都開廠嘅時候啲講。我都想講你嘅講頭啊，嗰種伊啲氣動，因為感覺到伊嗰種會吸引你嘅精神同嗰種靈魂，因為像嘅哈利波特嘅催狂魔一樣。因為其實我都咁，而家講唔係即係冇講又好，佢講條好波又好，你把上講，喺我哋嗰度嘅觀眾朋友，能想唔出來好唔好？太假都按嚟講，人家都唔知要把鏡頭當成什麼西瓜啊、番薯啊，也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情。係啊，根本唔可能上嘅，因為後邊啲攝影大哥哋嘅看斷，冇可能因為個夾表喺嗰度我等到阿伯啦，我等到阿婆嗰度企坐哋嘅冇辦法。冇辦法。對，係啊，嗰度我慢慢地都感覺到，哦，其實開始錄樣嘅時候都覺得改健壯。我記得第一擺錄過嘢嘅時候，
规匠件全部硬硬，我很愿意推，心情那身体能够好，系啊。我说第一摆主持本嘅感觉系当紧张，韩国非常的僵硬，规章你嘅灵魂全部就冇睇咧，有按你感觉。唔过还有系主持嘅中腔主持嘅几多些安详，20些嘅安详方法，我说相当多诶。还好啦。对，我说啲20些当中，你花几多时间，浅浅嘅，张开始讲开始适应镜头了，适应讲做在啲阳旁嘅环境地度，较轻松啲，我莫按紧张。像我以前要分两方面讲，一方面你讲技术的问题，因为我喺度睇一些访问係咧，我都開始去上邊去查看配音的樣片，尤其看阿權妹樣片。真的假的？真的，好可怕！因為嗰時，但是我看咧嗰時角度都冇樣，而家我都覺得啊，唔係因為我入廠。好，讓我接受，因為其實幾多東西，也許我哋可以睇到佢先練習。好，個聽你都講，其實幾時發生一件事情，比如話對後邊主持安詳方法有冇同樣嘅一種角度？喺談到故事係冇，也係講故事吼，其實愛談受訪者，愛談來賓佢都講故事吼，其實唔單止愛認真聽，還愛自家來想，愛還要自己消化。故事愛做主持人咩咁簡單，一起休息一下，等下這個陣來。大家要轉到福喜來咧，我係做一群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嗬啲福喜來咧，我來做一隻福喜來咧節目主持人嘅幕後秘密大公開。咁我今日嚟講咯，因為其實嗬7月14當禮拜4、禮拜5，啲福喜來咧會有南部嘅福喜，我同大家來見面咯。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就係啲福喜南部嘅主持人郝明哥，來到節目現場同大家來分享。剛才有講到嗬。對你第一擺開始主持安詳方法，嗰種當緊張嘅心情，到下後有下輕鬆，有下刺激嘅，係當中有個原因係因為來賓。係發生你乜嘅事情呀？來賓做得有安泰嘅效果，咁樣我來訪問佢看啊。因為其實都發現到講，慢慢嚟來賓嘅故事啊，會吸引到我，然後其實常常我都講，佢各本地會冇嘅東西嗬，佢邊話個注意嘅。而且我哋從來我發生咧，提嘅，譬如講我哋因為我哋南部係綠楊，嗰時而且唔係睇入陽棚，我哋喺即個睇外面有啲真係有啲做生意嘅咖啡堂嘅堂，嗰時嗰時嗰度干擾，其實但是有時我哋遇到我繼續嗰度講干擾嗰度話，我哋我同來賓會開始嚟講法。其實我哋今日嘅訪問係中順文，我哋當地講伊係甜品嘅妹啦，我哋跟我哋中立波嘅筍，好，我咪要提有時實在是講唔係按數，跟住我哋今日嘅訪問其實因為順文以前做過主持人，嗰時講到歸順時，喺我哋睇得等於佢嘅處理事情嘅時間，我都睇講。其實我有看過人阿婆都偏妹，其實因為以前我哋會去美容，然後我哋會去請嘅偏妹。我其實我都提講，其實我對偏妹最有印象嘅一啲東西，都講，其實喺總理府嘅處理部有一段嚟講，其實偏妹啱唔啱去把書嘅事情。係，其實孫我都提，我睇我講嘛，因為阿婆故事佢啲，因為嘅故事係講，其實總理府已經身體唔好嘅，阿睇到卡，阿偏妹呢度愛穿錢。其實你講，喺田嘅山鄉拔樹嘅呀，可以穿嗰度。有啲細妹啊，拔樹嘅唔可以你講頭拔，啱會拔。做乜嘅拔樹？頭拔下來。嗰時你看到有啲細妹啊，拔按到樹啊，結果有啲按不來過來嘅時間，總理部都冇講，偏妹過來咪講，係，你都發現佢生意唔多錯，喺禮拜看嘢時，你發現偏妹都講一熟一下，講唔必看。伊都發現唔錯，後來伊啲細細嘅燈泡，伊都擺下上面慢慢的抬下來，發現伊半身全部烏牆，因為今年的也要拔樹嘅時間，挖到，結果對上面挖下來。哇！就是其實我都提講，其實你看我後來再看到偏妹嘅時間，我真係冇辦法對人面看過伊硬強嘅時間，喺樹幹按到哭。嗰時其實。
虽然其實唔係無力樣哦，其實我哋都生活都有一些感動。對，後來結果開始力樣嘅時候，都多多地介紹也吧。我都講其實你看對也一條線，你講也嗰個畫面地位最重要咯，一個全部下拍嘅條南木。但是一個下拍條南木一條線，其實都講出也過去嘅當年嘅故事。真嘅。係，嗰時其實最好難，我都講我哋咧，咩講最感動嘅啦，唔係講最好難，講我哋咧製作單位，因為我哋頭先講啊，我哋有啲感動嘅啦，嗬，當然係有啲感動嘅啦，嗬，你睇隔壁，因為你對我哋喺講故事嘅時候，一定都有談到，所以馬上見節目嘅時候，佢哋話叫我錄。嗰時其實嗬，真嘅，伊咧裏邊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唔單唱主持人啦，其實所有嘅公眾人員，大家就會本佢感動到，尤其係像暗鄉風法一種，當成意了解到也裏邊嘅故事嘅暗用嘅訪談性嘅節目。對，嗰時候其實暗鄉風法真嘅唔係咁簡單，做啲暗鄉風法，接下來又開始來主持福氣來。係福氣來。對，嗰時候你開始知道，主持暗鄉風法到福氣來，你自家對呀兩檔節目嘅了解係乜嘅？其實暗鄉風法一定同嘅福氣來嘅兩個程度同廣度無共樣啊，因為暗鄉風法一路用一期嘅節目嚟講，可能講一定嘅意思。我哋講介紹佢哋意思，好，嗰時候如果有時間過長，佢仲有我要樣片去介紹一個人啊，我哋講無共樣嘅層面嘅看法。但是福氣來嘅個發牌，學你用發牌嘅方式去提供幾多有用啦、好高啦，我都見家哋發生乜事情，嗰時個立即性，係啊，兩個節目係完全無共樣，因為程度廣度都無共樣。嗰時候你啲暗鄉風法，我開始來主持福氣來嘅時間，你自家有準備嘛？計冇有做乜嘅功課冇？因為其實係暗鄉嘅一種訓練，都講其實我隨時要注意到，可能會有一啲國本入邊冇東西，國本入邊冇東西，我都講可能會有新嘅一條線。係，嗰時候睇福氣來嘅時間，我都講一部分都變得幾重要嘅。係，還有聽講，因為其實還是主持節目嘅關係啦。嗰時候睇處理嘅時間，譬如講我哋咧腳本睇本嚟翻一下，然後翻一翻翻一翻個黑巴。於是翻唔到，係，嗰時候我哋還是看下腳本，熟悉以後我哋還是要改。係啊，那最多嘅話還是現場嘅一種臨場嘅反應，其實還是得更好啦。但是嗰時我都從頭我看到阿權妹啊，譬如說伊利啊，佢哋嗰度現場嗰個主持嘅功力是完全講到。講嘅有一個問題，當上我來問一下郝明哥，因為我知道郝明哥看起來係一張非常有氣質嘅一個文青，帥氣的文青。一開始你要來主持福氣來，你會不會覺得像是阿 Q 妹來主持，就是有點太搞笑、太隨性？你會對呀福氣來一個節目有知道，怎麼辦？我好像快要沒有我的形象，我按有嘅感覺冇？啊，好啦，本來冇唔錯，因為人家過後人我講，人哋攝影大哥啊，我開始5、4、3、2、1時，一路話講要飛起來，飛起來，好難的形容詞哦。因為暗鄉嘅嗰種風格都講樣，個點，對，我想睇㗎，係個文青，係，但是伊咧講你4點喎嚇，4點叫做阿婆，然後我煮飯，我哋鹽菜，我哋摘菜嘅時間，唔能用嗰種個歡喜嘅方法去表現人，嚇可以繼續看下節目，唔係嗰種8點啦、9點嘅嗰種節目，係嗰種，我見緊有啲佢睇挑戰講啊，用即個用嘅飛起來，以後要。我係輕鬆啲誒，每日嘅時間啦，當到看電視嘅觀眾朋友全部好都無限啊，順勢嚟躺一下，看一下，養一下，人哋福氣來咧，嗰時我當歡喜嘅皮太牙，唔單唱人哋福氣來嘅主題有上市當歡喜、當快樂，唔過有上市咩係有較悲傷嘅時間，因為人哋會躺到當到較感動人嘅故事，比如講像阿 Q 妹眼就當會流氓仔，當只本人感動阿明講，因為有暗用嘅溝通啊、溝用嘅困擾冇。那可能唔會睇鏡頭前面啦，但是我有時上音嘛，我編一下，哽咽，有哽咽我都熟腔了，因為講啊，唔可以影響到朋友。但是其實你看，我福氣來其實新的一季嘛，開始係聊，其實都已經有感覺到我幾神奇，我都感覺到幾感動嘅，已經有咁嘅故事。嗰時候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南埔福氣來同大家做一個小小的預告，有哪一條感動人也係神奇嘅故事。像我哋聽醫師吧，嗬，我哋都訪問到一啲李醫師，嗬，李醫師。其實我想講，我哋身邊嗰度
从事嗰種禮儀工作嘅，但是平常生活都是每一年有乜工作，有冇同人講。嗰時候接到也節目嘅時候講，佢神奇哦，禮儀都嚟做乜嘅事情。伊如果要講一件事情，係感覺到最有趣。你講，有講一件事情，你講，差不多有一啲案主，嚇，伊係爸爸過身嘅啦。伊照理講也要用佛教嘅方法去辦嘢嘅告別式，但是有一啲冇嘢咯，係基督教。哦，咁樣嘅係兩三年冇共用嘅意見哦。嗰時我嘅書房人講，梗唔怕，伊會做協調。好，滿主家講，梗係咩嘢冇嘢，好，也講雙人美美啦，係咪可以睇空嘅時間，睇冇共用嘅地方，用基督教辦一啲告別式去紀念佢爸爸。哇，安尼當神奇呢！因為佢用兩種方式，韓國控制時間，佢想到按用嘅方式來紀念。但是其實嗰神奇係捱。應用版型。其實唔係哪條條，哪條條，你反想到講，咁唔即刻講嘅係講，捱兩片啊，你仲打點好嘅，嚇，嗰時可以安尼做。我都冇講啊，唔定要問過神嘅人也會意見。有冇一下要這個來賓啲鴉片？啲來賓都嚇到呀，因為又冇睇上我哋，但係我先講一句重要話，唔即刻講，佢安尼做，佢安尼做，啊，過神嘅人也想嘛，我都冇講，梗要跌高冇，伊都想嘅嘢係講，希望人哋可能要跌高，爸爸媽講同意，希望我要冇講，唔係咪幾時？總話唔到敢唔講，係咪有乜嘅機會唔可以講？講唔係啦，其實嗬，伊希望禮儀公司比人可能係一啲專業，一定要專業處理一件事情，冇講變一個迷信。但是我哋講其實跌高嘛唔算迷信，你講，第一講我哋3方面，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你不用過程嘅人安心，不用晚上嘅人放心。一種溝通啊，冇錯好，唔看好，富希來最近同大家來分享咁多事情。有啥時候冇意見發生嘅，冇意見講到嘅，有啥時候最近總想贏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大家又轉到富希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阿權妹我自家知道吼，主持富希來咧，我最近一方面做得皮蛋鄉親朋友，鄉下土哥呀下晝頭4點也在下午茶的時光，阿權妹吃到當用氣，一方面我咪吃到做得訪問到當到冇共用嘅人，談到冇共用嘅故事，自家咪有當到慎重。對，故事我咪想來搶好民國，再過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南部嘅富希，還有乜嘅感動人也係神奇嘅故事。好，我今日講一啲係劉媽媽故事，其實一路一啲我哋我講盧卡有個身心障礙聲音嘅一啲家長，但是如果特別嚟講，而這個唔單止有啲身心障礙嘅聲音嚟，但是伊嘛帶動嘢喺度其他有安尼嘅共問題嘅聲音嘅家庭，可以訓練嗰度聲音咧，好去帶人去試一下沙皮，最乜錢嘅工作。可以不用的這個學這個，哇！嗰時有一啲正面的故事，但是其實我哋看故事的時候，我發現個，劉媽媽嘅錄下聲音咧，嗰種以前唔係講講下來都有問題，而嗰種喺入邊後來有一些有發生一些事情，可能改變嘅事情。喺我嗰時我哋書畫節嘅時候讀到嘢，我都提講法講嘅嘢，我都問講，咁日團譬如講日團嘅心理嘅轉折，唔可以嗰時節目可以講，因為嘅各本裡邊冇講可以講。喺度我哋開始了解哦，了解時候都講到一件事情，你講啊，其實人家是唔是一樣嘅？其實後來一講出來嘅事情，比如我哋所有人全部歸統籌，因為一做出一啲，應該講一嗰時候做嘅事情係人行到切路嘅事情，真是冇乜嘅可能嘅事情會做嘅事情。但是我唔係講，等那個人節目一看，因為其實就唔單止係愛。我哋那個感嘆嘅感動嘅嗰啲嘅，係用我哋啲攝影嘅態度，全部都叫。因為真係冇想到講，其實看向嚟嘅安堅強嘅媽媽，其實行嘅一段，其實過啱嘅路，係。嗰時佢變成佢四個主題，談到幾句話，然後我就馬上改。係都變成唔係能講引用嘅一串嘅嗰種聲音。我希望講把引用嘅拍行向來。好，因為去開始把這個變堅強，
带朋友出来，也变事情变成变成一个节目的主题。冇错，其实清整规个就会安呢，因为伊满到诶，含较相应嘅事情，含较做得同大家来分享嘅事情，唔但像迄个非常嘅有心，想要来帮助也到可能身心有同爱嘅人，一方面伊咩想要听述大家，同大家来分享佢自家对大潮地度行出嚟嘅幾種嘅經驗。其實學啲嘅是唔係嗌訪問麼？嗌聽到會叫到動場，因為。给一种会感同身受的感觉。其实以采一个作为啦。以采一个作为，可是作为我哋都看唔到嘅。哇，嗰首好得，好得。有按呢，同正面嘅教材同大家来分享。其实喺你身边有同到按用嘅事情发生，可能就啲你同我生活之間。當然可能冇嘢都唔知哦。唔通咁樣講，奇怪，做乜關於都加聲音都冇關，因為係關朋友嘅聲音咯。其實人類。伊都唔希望朋友，因為地講朋友可能未同佢共用。哇！古上可能負起來正經同大家來分享，動大量嘅唔單像想法，還個自信，還個輕重要嘅係阿權妹藝，輕重要同大家分享乜嘅呢？我今好同大家來分享新嘅東西。古上喺今每日節目當中吼，愛挑戰好民國嘅底線。用嚟講嘛，因為今每日阿權妹藝，先來介紹遊戲規則。阿權妹愛同好民國共下來說一項東西，還個愛分別講出無共用嘅感受哦。所以迄些無共用嘅東西哈，阿權妹藝先畢竟這是我的主場嘛，被匍匐起來嚟嘅啱樣先是甜的咩？嘿，先是甜的。阿權妹藝今日愛同大家來紹嘅係這個是檸檬塔，同大家來看一下好呀。No boy 是這個派皮做的，然後第一度呢，係這個非常光滑、很可愛的顏色，也係阿權妹愛來試看下，係蠻個米西哦。有第一度嘅檸檬塔嘅酸味、糖香，韓國人知道因為佢應該有加一些檸檬皮。古所試嚟到嘅檸檬皮嘅香味，你睇係唔係當見種？古所阿權妹藝，我平時食東西，其實啲節目當中大家會想到講阿權妹用食東西食到按太好，因為我平時就會按你啊。古所也下咗來問好民國了，好民國因為啲節目當中。有嘗試咩愛來同大家來紹介好食嘅東西，也係講農民種嘅優質嘅農產品。我從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愛來唱好民國來試食一下人哋千層蛋糕。嗰種我衝人嚟最介紹有冇做過是嘛？你用你嘅方法就可以。其實千層蛋糕其實最難做個，要一層一層做，要一層一層咧，嘅皮煎好以後標上去，然後上面塗嗰種 ice cream 啊，標另外一層。嗰種其實也會好食唔好食都變成講。也要米一層有粉有鹽香下冇，唔可以皮吞皮哈，牙吞牙係冇咁樣嘅。喺度我頭是本來想要拿個湯匙啦，但是嗰種阿權咪都按嚟吹下啲牙醫，媽媽啦啲牙醫。哦，挑戰極限的孝明哥。因為我覺得沒有衛生紙哈。唔麻煩要嘢，因為伊米一層。感覺到全部鹽香下，雖然講係一層一層做好來嘅，但是你食好來就像每一層都像一塊蛋一塊雞卵糕樣嘅，而且有皮到嘅牛奶嘅味道，完全改新鮮。哇，動讚表現得當好，其實我是都浮起來嘅，好愛食東西。對人來講，當然對人係享受嘅，做得食到當到好食嘅東西。唔過好有嘗試形象要注意一下，因為係太濟有冇？發就會講唔出來，會講到。香港好民國有共用嘅經驗咯。因為我哋有一些吼，你訪問鹹酥雞啦，然後鹽酥雞，因為其實我嗰時候是鹹酥雞，但是佢講係真係高雄最有名嘅鹽酥雞。香港吼唔見得一點嘛，有同講。1個小時後再來拿，1點鐘以後當然拿按這個摩的嘅電號，冇電腦我發貨。嗰時給你的有唱到嘢食，伊早晨都現炸，幾多？結果我哋嗰時都係做時嚟講，唔可以一面講一面食。我講好啊好，講，因為佢有名嘅路也係炸鹹酥雞嘛吼。嗰個我哋中國我都冇啲問題，吼我都開始食。結果因為cái鹹酥雞不用到幾時間啦，尤其糟嘅，有一件糟，有一件縮水嘅。我話嗌食你反正鬼糟，然後但是我哋嗌到一半，
我发现唔错哦，伊也发啊，我讲的咧。哦，我加发诶，我加发呗。可是我们恋爱新书记咧做，你做里边，我都叫他拿茶用。我能够配开水，应该讲帮茶声，夹夹干落去，被气甲吞落去。但是最神奇的讲到一半，嗰時我哋其實講，哦，間你把幾多年，要一定好，我伊物點啊，其實講唔出巴，伊都馬上要再講，嘿，幾多年的伊一隻馬上都食飯啊，都講要得百個是適合伊。係啊，嗰時我其實真的是。呀，電視機頭前的鄉親朋友可能想到講，你選六樣嘅機你就卡就好，唔過人家愛嚟想就唔錯了。因為福氣來一般來講就係訪問鄉親朋友，佢哋對於重新再講一遍，其實對佢哋來講係有一些些的困難嘅。我知道我家下講過嘅，做乜緊要再講一遍，對不對？係啊，而且有時打團員講法吼，人家我感覺到講，嗰種情緒都冇。對，情緒會中斷。故說其實吼，新的福氣來咧，要愛來同大家來小結，都無夠用南埔的當到特色，當到人文風情，當到生活自信愛小結本大家，唔但搶有好民歌，還講咱愛嘅係後上當陽光的這個高本，要愛來同大家來見面哦。清明嘅想要來問一下好民歌，譚公你要開一個 FB 的粉絲專業的計劃係冇？有一安尼嘅計劃冇？係啦，因為我就希望講，其實應該講，我哋因為南埔嘅福氣，其實我哋因為講有啲困難嘅基地。好，嗰時我哋好希望講，其實現場嗰種我哋啲觀眾朋友，嚇有乜嘅，你因為講南埔好高嘅啦，嚇有乜有用嘅資訊，可以馬上同我哋聯絡。哦。係，我哋都可以馬上都提收咗問他㗎。因為講也不是團子嘅困難的。古時候搶大家好來期待你阿民哥嘅臉書粉絲專頁哦，咩什麼大家嘅收看，請記得聽咗愛準時收看你南埔嘅福氣來哦，什麼好民哥來到節目當中。多謝希望多謝各位觀眾朋友，請大家收看我哋禮拜四、禮拜五嘅南埔福氣來哦。我們錯休息一下，叫下來走遠通了。